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做工人 Podcast 频道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日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书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日咱要讲的书是准讲，这块书的意思就是假影讲、说书讲，先当做代志是安尼。若准讲伊无要参与，咱就家己来进行，好无？伫遮就是先假设一个条件，若发生，要计划过来爱如何应对。准嘛有对正确的意思，像讲你讲到真准，佫有影落雨啊。若讲佫真正互我了甲准，嘛是共款的用法。准嘛有当作是的意思，准拄好，准煞，虎虎的准拄煞，就是当作拄好，当作煞的意思。顶面三句一般是用伫代志较无下人意，毋过嘛无爱佫继续搭甜，要甲即件代志断互你，无爱插啊。才咧讲的话，若讲酒准茶咧啉，药仔准汤仔咧食，遮的准拢是当作是的意思。最后，准佫有稳准的意思，像讲公司准我请一礼拜的假，起码有够严，我要来去逍遥啊。安尼，咱今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小解到遮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闲过来哦。